你别这样。哎呀，咱没事儿啊。没事，没事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哎，挺好的，大夫，谢谢您啊。家属跟我出来的。是。检查结果不错，是良性脑膜瘤，瘤体直径将近30毫米，可以做微创手术。你看一下，没问题的话签个字儿，去医院安排手术吧。那麻烦您尽快安排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姑妈，我以后再也不惹您生气了，我哪儿都不跑了，就待在您身边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那个别黏糊在我身上去，去你那坐着去。我不，我就黏着你，我跟着你姓，我就是你的孩子。阿姨，您先喝口水吧。你是谁呀？哦，我是路飞的朋友，我叫何欣。啊，小何啊，哎呀，谢谢啊，麻烦你了。不会的，阿姨。阿姨，那我去洗水果了。哎哎，你好好休息。哎。这话是你的。鱼得用姜片给抹一遍才能去腥。我也有指导别人做菜的那一天。还把你能了？你能你来呀，来呀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腰疼那个进医院了。上抽屏啊！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问题，是个良性肿瘤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不要太过于焦虑。人呢，就喜欢自己吓唬自己，是不是？其实结果往往好着呢。我爸今儿早上在家把腰给扭了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拍了片子了，脊椎没事啊。对对对，就是肌肉损伤。那个医生说做个理疗就没事了。我妈在做鲫鱼汤呢。你跟阿姨说一声，做鱼汤的时候两面要用油煎一下。妈，路飞说那个鱼要先放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做菜是你的自由。我知道，不就再放2片姜吗？是不是啊？啊！现在就放。终于知道我的黑暗料理随时。1片，2片，再多加一片。实在勉强就算了吧。要不我帮您喝点？哎别，你别拉肚子了，回头还得照顾你妈。我帮您扔了吧。哎，别，这么好的鱼，别走它了，我喝。幸福感是什么？
幸福感是虚惊一场，安然无恙。小何，这小何哈，别忙了，来，快坐下，坐下，歇会儿。没事，阿姨，再给您倒杯水。阿姨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小何，万一我就拜托你替我照顾好小飞。阿姨，您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又胡思乱想的。您放心，绝对不会有万一的啊。哎呀，喝点水吧。哎，其实人这辈子真挺不容易的。有的时候吧，可能是想难为别人，但是最不快乐的是自己。阿姨，医生说了，情绪不能太激动的。不想了。哎，往左一点。这边，哎，大发了，回来点。这儿。哎呦，使劲！哎呀，要我说啊，把这膏药揭掉，给你挠舒服了再贴上啊。别，这不能揭下来呀，那药气儿就跑了。你还懂挺多。那是你，你说要不说这个祸不单行，这腰还没好利索呢，现在这腰旁边啊，这湿疹又起来了。你说，哎呀，同时给你开了皮炎平，给你涂点皮炎平，涂上就好了啊。是吗？哎呀，你还能想得到这个啊？不错。这儿啊，对，行，哦，就这一点啊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哎呀，不痒了，好多了。哎，你说当年我找你是蒙的，但是找的还真对。要不说老伴儿的，没想到这老了还真是个伴儿啊！哎呦，我的腰啊！幸福感是少年夫妻老来相伴，幸福感是惊天动地，也是琐碎细节。喂，你家没亮灯啊？你不在家吗？哎，你慢点！叫你慢一点。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来，吃点水果。不好意思啊，大老远还让你跑一趟。没关系的，我亲自来一趟才放心嘛。这孩子真懂事儿。我爸先休息了。没问题吧？还需要我帮忙吗？他就是小扭伤，贴点膏药，做几个疗程的理疗就没事儿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回来都忙晕了，还没有来得及跟你汇报情况。要说你这孩子吧，就是粗心大意，不会安排时间。人小丁大老远来了，你连客套话都不会说呀。哎，行了，他是怕你担心，就没告诉你。说来这事儿呢，也是发生的突然，他爸今天早晨突然扭到的，我们也吓坏了。到医院一看，说没大事儿，这就放心了。再说跟你也不见外，行吧？你们俩再聊会儿啊。嗯。
我带你去我屋看看。走。你是昨天晚上临时回家的，嗯，可是你爸是今天早上才扭伤的。昨天晚上是路飞的妈妈生病住院了。我昨天真的以为很严重了，路飞特意从香港赶回来的。废话，那是他的妈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先不说那个了，好不好？这里是我的高中日记，你想不想看？里边每一个有你名字的地方都有一颗小红心。朵朵有没有乖啊？听姥姥和姥爷的话了吗？妈妈很快就回去了。你是在牙医叔叔家吗？是呀。漂亮吗？很漂亮，天很蓝，有船，有沙滩，还有她自己的Elsa公主。陆明远涉嫌非法集资，目前据我们调查，涉案金额已经上百万了。什么时候开始的事儿？据我们的调查，他跟这个已经有2年了。陆明远的银行账户里没什么钱，他名下只有一套房产，房产证是跟他妻子贾淑琴共同签署的。你家现在那套房子的名字是你爸妈2个人的？我爸应该在外边还有2套房产。你说那2套房，其中一套在早些年前已经卖了，还有一套是他平时住的，现在是2个老人住在里边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一套都不在陆明远名下？对，是一个在叫杨美的人名下。就是你上次在这儿见过那女的。我还以为你们家是阿姨掌管财权，原来也是个刀子嘴豆腐心。在法律上，杨美跟陆明远没有关系，而且那套房产也不是赠与的，而是买卖。那杨美跟非法集资有关系吗？这个还要调查。啊，对了，你跟陆明远最近有联系过吗？联系过。详细说一下。另外，近2年来，你们跟陆明远的经济上的往来要说清楚。出了事他跑了，丢下这么一个烂摊子，还以为他良心发现，要拿现金给你买房呢。结果现在怎么办？把你和阿姨都给坑了。如果定性成非法集资的话，这事儿都大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替他担心呢？我跟你说，我坚决反对你跟阿姨帮他兜底。人这一辈子可以不靠谱、不负责任，但是必须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单。不管怎么说，毕竟是我们家的房子，我无论如何也要保住。走吧。你说这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呢？这理疗时间都快到了，你说那边也不是办的怎么样了？这孩子，你说没关系，我先送您去。等会儿啊，让曼曼直接去医院。小点儿，真挺麻烦你的。你说这没关系，我来晚了，你们都走到这儿了。你可回来了？那派出所上怎么样？那警察怎么说呀？还能怎么说？路飞他爸骗了钱就给别的女人花，现在捅娄子了，就让路飞和阿姨2个人共同承担。那不是那赶紧找人把他爸抓回来呀！现在是找不到人啊，爸。更可气的是，路飞他爸名下的财产卖的卖，送的送，唯一能执行的就剩下阿姨和路飞住的那一套，所谓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。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？你说那什么爹呀？这叫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去医院吧。等会儿时间赶不上。走吧。好。你也别跟着着急上火了，他们家这事儿都不是1天2天了。阿姨的手术很成功，这样你可以放心了。
这次真是谢谢你了。我这段时间家里事儿多，公众号那边可能没法兼顾。现在先别想这些了，我已经跟林凯说好了，这段时间他有空会上去更新的。你爸的事儿，之前你还一直那么担心他。也幸亏起码不是健康问题。我问过我的律师朋友了，他说最好能往民间借贷方向去努力。我想你爸总不至于伪造项目资料，诱使他人投资吧？如果他真的做到这一步，那就谁也帮不了他了。我想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先把钱还上。我的律师朋友也是那么说的。你知道你爸一共集资了多少吗？我不会跟你借钱的。现在不是分这么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先想办法一起把事情解决了。自从我认识你，不管是有事儿还是需要钱，你都二话不说的帮助我。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份情谊。但是有这份情谊就够了，我会记在心里的。吃东西吧。刚刚在理疗室，你们一直在聊路飞家的事。唉，你说他爸这个人吧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一个父亲，怎么能这么自私，这么不负责啊？我对这不感兴趣，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哎，咱们刚刚叫的车这么快就到了？真没想到有一天我把智商用在这么蠢的问题上面。你说什么？如果有一天，我和路飞同时掉水里，你会先救谁？快别闹了，你们俩都比我会游泳。那我们就同时掉老虎洞里了。哎，车到了。我比你更知道这问题有多可笑，但是这答案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你这个追真让人心寒。你问的这种问题，你是不是要跟他再聊一聊，你才知道怎么选择？你干嘛？你才是我男朋友。我是你男朋友，他像你老公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大家都不太相信，爱情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了。亲情、友情，必要时刻都可以凌驾于爱情之上。丁宇阳什么时候走的呀？5点多钟，说是赶飞机到海南去出差。你说人家孩子这么忙，还让人家大老远跑一趟，都有点过意不去。到哪儿啊？这才，以后有的是用得着他的地儿。现在不是还没结婚呢吗？妈妈，以后结了婚啊，你也需要贤惠点啊。没事呢，在家多给宇阳做做饭，老在外边吃不健康。凭什么我闺女给他做饭呀？看宇阳那样子不会做，不会做学呀。那为什么不让你闺女学呗？干什么呀？家寒家寒，穿衣吃饭，她凭什么不学呀？我闺女成天工作那么忙。行了，慢慢别听你妈的。我要回北京，所以你帮我跟路飞说一声。你不自己跟他说一声吗？我们俩都那么熟了，我是说我就不打扰他休息了。小爱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可以。路飞他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。小美跟我说，你帮他做了一个微信公众账号，还挺成功的。而且阿姨住院这段时间，不都是你在陪？你是想问关于钱的事吧？
又是一个被他外表蒙蔽的人。什么意思啊？在某些原则问题上，他这个人挺大男人的。你放心，他会有解决的办法。我从老家回来了，我爸好的差不多了，他说让我给你带个好。你去海南待几天？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明天打算回北京了，麻烦你了啊，耽误了这么久。那就别再继续耽误下去了。阿姨在做手术之前说要把你托付给我，本来我还想着能不能跟你试着继续再往前走一走，可就在那么一瞬间，还有你不肯借我的钱，我终于看清楚了，也许我们只能做朋友。一瞬间，你在我面前一直装坚强，因为我是朋友，可在他面前，你可以很脆弱，因为他是爱人。你们俩的这份感情的确是很宝贵、很动人，可是对于喜欢你们的人来说，这份感情实在是太残酷了。你们有属于你们自己的世界和磁场，任何靠得太近的人就会被刺伤。如果伤害到你的话，我很抱歉。这份道歉我收下。你之前啊，的确是惹到我了。你竟然跟我说我有很多地方和安小姐很相像，你还是不够了解我。其实啊，我比她更骄傲，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的影子还有替身的。我实在是太不会说话了，给你道歉。记着啊，永远不要跟一个女生说她和另一个女生很相像，这可不是表扬。其实你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压根儿就不要比较，因为胜出的那方也不会很开心的。好的，记住了，真的学到很多。啊，sorry，女生真的是很麻烦，对吗？没事，咱们还能这样笑，真的挺好的。路飞，我想跟你说句实话，其实对于我来说，你是那个对的人，是我等了很久的那个人。可惜对于你来说，我好像差了点什么。或许我没有在对的时间出现。人生的出场顺序实在是太重要了，他比我幸运。你别看我现在好像放手的挺洒脱的，其实真有那么一点不甘心。千万别给我机会。趁我还只是喜欢你，趁我还可以控制得住我自己，
对我冷漠一点儿，让我全身而退吧。好。还有啊，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，婚姻很复杂，结婚生孩子这个大俗套啊，的确是麻烦不断，但也真的是很精彩。我觉得你应该自己亲自去经历一下，尤其你那么喜欢孩子，我希望你在经历完了之后，能够得出一个跟我，还有跟你父母不一样的结论。喂，艾姐。喂，小陈，我把资料都准备齐了。上次跟你说房子那事儿怎么样了？我帮您把您的房源挂到了58同城上，并且把房帖做了置顶，这样就能被优先看到了嘛。就一条，我想尽快拿到钱。那我相信肯定能尽快成交的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那你还不找谁？我现在沙发上坐着到工作。爸，您先歇会儿，做饭去。你喝不喝水？啊，我这次看病还有治病，花了多少钱呀？姑妈，钱花完了还能再挣，你想开点。您的身体最重要啊。这卡里有50万。还有啊，我想明白了，离婚。太帅了吧！姑妈这简直是正宗的女王范儿啊！你姥姥的房子，他们收拾收拾，应该还能住吧？这儿我也不会让别人收走的，您就踏实住着。这一下想在北京买房，彻底没希望了。我打算让小美明天买票先回去，您看行吗？行。哎呀，学费不能白花呀，跟他说让他好好的学。咱家的人没有半途而废的。什么啊？哎呀，儿子，反正是家里啊，你一点都指望不上了。你自己多使劲努力，
多挣点钱。干嘛？又让我攒钱娶媳妇儿？你爱娶不娶？你爱娶谁娶谁，反正以后什么别赖在我身上。我以前也不应该赖在您身上，对不起。是以前，哎呀，以前我觉得我脑子就坏了，怕人说闲话，还怕你二姨他们看不起我，我就憋这么一口气，就这么着，就跟龙月好了这么一辈子。现在是呢，要钱没钱，要感情没感情，老了，一切都没有了。哎，那天那个小何跟我聊，说啊，这花心的男人啊，只有病了、老了、出事儿了，才能想起原配的好。那这原配就这么傻吗？反正不管您做什么决定，都支持您。小何跟我说他是离婚的，哎呦，吓我一大跳，他真看不出来。是您以前把离婚想得太严重了。其实离婚就跟感冒似的，只要处理得好，根本看不出来，还活蹦乱跳的。小何也好，曼曼也好，妈都喜欢。你这孩子就是傻了，太老实。那还不是您教育出来的？我身上就算有什么优良的品质，那也是您一棍子一棒子敲打出来的。妈，作为一个嘴硬心软的人，是不是特别难？心里再难过，手上还要忙，这就是生活。你妈这一辈子活得太傻了。爸，我知道您这个年纪选择离婚，需要特别大的勇气，还要面对老来无伴的恐惧。但是没关系，您有我们的，我还有小美，我们都会一直陪着您的。儿子，我拖累你了。这么说，
我们健健康康的，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。那以前对你太严厉了，哎呀，我要家了一辈子，我什么都想控制。其实我知道我自己不是所有的事儿做的都对，可是我心里后悔了吧？我嘴上就不想承认。重要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唉，你那个死爸爸陆明远，陆明远有一点说的是对的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妈妈现在想明白了，以后无论是你还是小美，我都不管了。只要你们好好的做人，开开心心的。你们有没有出息啊？跟谁结婚呢？那是你们自己的人生，你们自己决定，我都支持。妈，我爱你。我爱宝贝儿。虽然你们家属把钱都还了，但是是不是非法集资还等检察机关确认。我们只有一个要求，不要再有人打扰我母亲的生活了。这你可以放心。还有，我妈想起诉离婚。你就这么抛下我们销售部了？林总会全力接管销售部的，销售部有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也会义不容辞的。艾总，你是不是要结婚了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我总觉得吧，是你自己要求调到一个轻松一点、竞争压力没那么大岗位的，是在为结婚生子、相夫教子做准备。你就要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了。谁说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要放弃事业啊？小梅，你真的会有属于自己的剧集，所以不要擅自帮我改写我的剧本好吗？行了，快出去工作吧。你好，喂，艾小姐，您好，这里是环球时尚，我们已经看过您的资料了。搞错了吧？我从来没有去过贵公司面试，更没有提交过什么简历。我是环球时尚人力资源部的杨小姐。哦，我不认识什么杨小姐。我们是通过 BNG 的丁先生收到您的简历的。我们觉得您非常的优秀，希望可以有共事的机会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谢谢你们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份工作，我想再考虑一下，再给您答复好吗？好的，谢谢。再见。
你这女人也太不给面儿了吧！每个男人都有英雄主义情节，最怕的就是自作多情。虽然听上去幼稚啊，但是那种被依赖的成就感是他们所需要的。我也不想让他不高兴。我除了充分的表达我很感动、很感谢之外，我做什么才能更两全其美？接受他的好意。我连你都说服不了，我想说服他不就更没戏了吗？在他眼里，我的这份工作格局太小，可有可无。当初他说他欣赏能够跟他并驾齐驱的另一半，我还很高兴，以为说的就是我，默认自己跟他旗鼓相当，在同一水平线上。可实际上呢，在他眼中，我还远远低于他。妹妹，我说你几句啊，你自尊心实在是太强了。两个人在一起，能够齐头并进是最好的。如果不能呢，你也要学会适当的崇拜。你毕竟是个女人，不能胜负心这么强。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，总有一个要妥协的。妥协、崇拜、示弱、做配角，这些就是我以后的关键词。你怎么先打牌后抓牌呢？哎，我问一下，你们一顿能吃多少馄饨啊？我呀，你说你啰嗦什么呀？就这么几个人，你就按着人头数包的不就完了吗？多包点就行了。哎呀，你穷啰嗦，真是。该谁了？好嘞。您这个手机看来不错嘛。当然不错了，儿子买的，孝顺。哎呀，有个孝顺的孩子，心里是挺乐呵的哈。哟，八表，那个昨天那个电视剧，二姨太死没有啊？没死，没死。那个他那个尸体哪儿来的呀？死了呀！你们会不会看剧呀？看咱这时候死主角那都是假的，肯定往后还要活过来的，你信不信？啊，我们就慢慢往后看吧。啊，后面的情节你都知道了？那是看了这么多年的剧了，这还不明白这套路啊？我跟你们说啊，现在这电视剧的套路一般都是，只要恶心，一定是怀孕。两个人吵架冲到大街上，一定有车祸，有了车祸，肯定有一个人失忆。这好人失忆呢，都是真失忆；要是坏人失忆呢，一般都是假失忆。再说像这样，要是赶在20集之前就死主角的，那都是假死。要是最后2集死的呢？最后2集死的那一般就是真的玩完了呗。胡完，胡了啊！胡吧胡了！小母，哎呀，这么大的，哎呦，你亏你死了，亏死了！哎呦，你现在不是打牌都不胡啊你？小贾，你以前不是连屁股都糊的吗？哎呦，不行，现在这个人可是跟以前真不一样了啊！上钩，上钩，上钩啊！上钩，上钩，上钩！你怎么回来了？他们撵我回来上课上班，正好，赶紧把东西收拾一下，继续回去跟小卢合租。我是过街老鼠吗？到哪撵我？我不走，我姑妈说了，我就霸住在这儿。没时间跟你闹了，快起来，一会儿看房的人就来了。你不是说不往外租吗？需要卖？卖？这么突然？昨天挂到我爸同城呢。昨天这么快，我不怕。
晚上好。好个屁！你都往何心借钱了？你们两个都已经发展到可以互相借钱的地步了。我跟修哥借了钱。我还以为你管何心借钱了呢，害我白吃了半天的醋。您什么时候说要借我钱了？我怎么没听过这茬？我是行动派，还没有凑够钱，我怎么会随便说出来？谢谢你啊，为了我又卖房子又卖地的。真想不到，你跟那个修哥真有兄弟情啊！那个，你做公众号当网红，你为什么不找我呀？第一，我这不是什么网红；第二，牙跟鞋怎么一块做啊？一个在头上，一个在脚上。反正我说一句话，你100句等着我，是不是？我恭喜你成为富翁，挂了。小艾，你别急啊，梅子有潜水出事儿了，我现在和同事去三亚找他。我和陆飞同时掉水里，你会先救谁？你这个职业真让人心寒。没事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我去三亚开会，顺便散散心。不好意思，今天去三亚的机票都已经售空了，要不然你在旁边等一下吧，看有没有退票的。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？我真的有很急的事情，我今天一定要过去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再好好查一查好不好？慢慢。3妮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走的时候还问我，如果他掉水里了，我会不会救他？我当时还在想，他怎么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？他肯定是在那个时候就有了不好的预感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在水里泡着，他就等着我去看他，等着我去救他。我要救他，我求求你，妈妈，帮我弄一张机妈票，妈，你听我求求你。我已经让三亚的同事去看了，消息没确定之前，你不能自己吓自己。现在不是悲观的时候，坚强一点，我们一起面对。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吃不下喝不下，但是热量对你有帮助。哎，喝点。我不能哭，不吉利。他不会有事的，他一定会没事的，对吧？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no longer。关机，3妮关机了，他肯定是出事了，路飞，为什么关机了？一定是出事了。如果没出事，为什么会关机？别激动啊！我再给三亚的同事打电话确认一下，你在这等着。没事的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喂，怎么样？没事是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有什么消息你随时再告诉我，这边特别着急。没有坏消息，但目前各方面得到的反馈都是没有人员伤亡。那为什么？你信任我吗？
我的判断是没事儿，相信我。我没事儿，老天不会让我这种青年才俊在还没结婚的时候就挂掉。你还开玩笑？你知不知道？你都吓死我了！好了，别哭了，这这么多人呢。我出事的时候，一直在想，还好我是你男朋友，不是你老公，还好你没有嫁给我。什么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还好你没事。你手机干嘛关机啊？我吓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上飞机之前起码打个电话给我报个平安呀！我不是把人好端端给你带回来了吗？你看多好，多有 surprise 啊！小心脏不都跳得很快吧？你应该给他吃颗定心丸。哎呦，他没事儿，他那个心脏大条着呢。啊，我错了啊！好了，毛不害怕。哎呦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虽然这个戒指很不体面，但是我等不了。嫁给我吧。答应！不好的人呐！谈过恋爱的，没谈过恋爱的，正在恋爱的，结束恋爱的，发誓再不恋爱的，好想谈恋爱的你，爱情到底是什么呢？
啊？当个贤妻良母不是你的人生目标吗？这马上要实现了，干嘛还恐婚呢？我还是觉得太快太赶了，他们家实在是太着急了，着急的让我觉得有点害怕。爱情是恐惧。要多久才能习惯被放手？马克杯空了，暖暖的温热，却还在我手中。你找什么呢？房子让你拆了。我们结婚的录像带呢？没事儿吧？你不会这么晚了就要看它吧？我就要看，我不但现在要看，每天要看，天天要看，还要你陪着我看。就算还在痛。哎，行，你歇着，你歇着啊，我找。不会有人懂。来，上吧，是吧？你我有多寂寞，还是愿意付出一切，仅仅为了一个好梦。梦里有人真心爱我，陪我快乐，也陪我沉默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痛，承受越多越成熟，能让你拥抱更好的我，谁也不要走，应该是一种奢求。可是我只想握紧你的手，我宁愿等候，也不愿错过你对我微笑的时候。坐在地上，来。得有多蠢，才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失恋无数次？